诶，有人在敲门。阿平，恁爸爸敢有伫嘞？哦，妈妈她出去了，等一下就回来。阿伯，你先这边坐。阿伯，你要开水还是要茶？阿明，你是要开什么水？敢是水道头所伤暗，开袂开心？是给我一杯白茶啦。白茶，白色的茶，难道是要加白色的颜料进去？阿伯，白茶来了，我里面加了白色的塑化剂。阿伯，你吃了饭了吗？即摆少年的拢真毋捌礼貌，竟然讲我食了饭无菜味。阿伯，不要哭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饭？妈妈回来了，没关系，她也会煮面，一旦呢下面给你吃。